不好意思哦，有点悲伤，不过也算是一种重新出发的力量。希望他们加油，对，天佑台湾。好的。好茶微风哦，下一首。下一首。哇塞，我们今天排的歌单都峰回路转。哇塞，一下把你们带到地狱。到底该缩小放还是放开？这跟那个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对。我们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讲话吗？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乐器会突然走音或什么，他们在调的时候，我们就要负责讲话。等下我们讲一下话，就是说话，是我们讲的。那今天真的不错，游走。这是我假释出狱以来最浪漫的一次。你下来可以开车吗？啊？我想跟你换位置。不要那边。我跟你换位置好不好？袁总，你是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对，好茶微风吗？哎，好茶微风是。好亮。两边的冰块要不要扫一扫？脚底下。我没有办法动了。我动了，我冻住了。好，下一首歌。不要拖时间哦。不要拖时间。让大家可以早点去跨年哦。对。我们今天就是等一下，我们也会倒数迎接今年的最后一天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先练习明天要怎么跨年好不好？自己撒花。重点是要先看好旁边是谁，不然倒数新年快乐，要抱说，怎么是他？你不要偷偷抱你喜欢的人呢。哇塞，这招给我最会了。不要说，你会在下面。好，我们带他的好茶微风，老祖的歌曲。好，这首歌比较舒服一点哦。所以说，我到那首歌不舒服。那首歌另外一种舒服。这种舒服不一样。讲话那么贵的人，今天我们对。你用词是不是有点不当？不会了，我刚才用词是用在高从你。我们还是不要讲好了，他会一直想要见缝插针的。真的是哦。我明天就不说话了，不说了。你讲的，讲一个字。我不管，我还是要说。好吧。好，开始。好，这首歌曲，我是来自屏东县雾台乡好茶村的青年哦，名字叫老锤啊。然后刚才阿廖唱的莫拉克这个歌曲，就是对于好茶村的村民来说，其实身临其境、感同身受这样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在这个灾难当中遭受过很大的那个影响这样子啊。我们也是迁村，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迁过村2次这样，然后这一次因为莫拉克的关系，我们又迁到新的地方这样子，然后我们还是很开心，因为大家都还在，然后继续在过我们的正常的生活这样子，我们在新的部落可以把我们的文化继续在那边传承下去。然后以前我写了一整首歌，就是我们怀念我们的旧部落、旧好茶这样子，然后在去到那边的时候，想象自己你的爷爷奶奶以前在那边做了什么事情，我的祖先，然后在那边生活，然后住的那个石板屋啊，然后都是过那个传统的生活。那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那样子，但是希望可以把我们的精神延续下去。不要忘记我们是云豹的子民。是车不慢。年底选2号。我不选。好茶微风。好。前面会先唱我好茶村的歌哦，春歌，是啊。太阳古伊呀，农民。
好茶微风，谢谢大家。